亲爱兄弟姊妹，所少年舞会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拄则圣歌队所唱《我心灵好牧者》，唱到我年岁增加，想袂到伫75岁时，今仔日会当伫这个讲台，甲咱做伙来思考上帝的话。12年前，就是2012年的12月30，我最后徛伫这个讲台顶。感谢主，互我伫退休对台湾退休了后，会通伫美国继续来帮助美国的台湾人教会。今仔日咱做伙伫这个所在，用历史石头来思考上帝对咱的条件。请咱搁一遍同心来祈祷。四命的主，慈悲疼痛的上帝，感谢你眷顾我每日生活的需要，搁用你慈爱圣手扶持引带阮的脚步。阮所经过的岁月，你甲阮同行，用你无限的恩典赏赐予阮。这时，我要领受你的话，恳求你的圣神帮助阮，互阮会明白你对阮个人以及阮教会的心意甲计划。通过牧师所准备的平台，你对阮每一个人伫心底来讲话，互阮会通更较清楚生命的意义，以及你所交代阮的使命，帮助阮。互阮会当看见你临在伫阮中间，也毋若伫即个敬拜，伫阮每日的生活，你甲阮同行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这个故事是台湾蠓仔博士，中央大学前校长陈锦成博士所提供的。伊讲到有4个大学生通宵弯过升过头，醒起来是已经错过期中考。后来因找到教授，要求搁互因一遍机会。教授问因讲：你为什么早起无来？4个人临时找无理由。了后，其中有一个讲。因为我要来的路上，阮的汽车车链破风，剩的3个人就一直点头，表示同意。教授讲好，安尼我互恁补课。补课的时，教授互这4位学生坐伫教室的4个角落，然后分考试纸互每一位学生。考试纸拍开，大家目睭拢戆去，头壳戆去。顶面敢若一个题目，请问轮胎破风的是倒一链？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，马太福音16章13节到20节，记载耶稣甲伊学生中间真有意义的对话。若放伫今仔日的教育制度，或者是听书，会当讲是耶稣对伊的学生的期中考。耶稣毋望了解伊的学生对伊的认捌，这是非常要紧的问题。这个代志发生伫该撒利亚的腓立比，这个所在距离加利利湖的西北边差不多25英里。风景真水，耶稣带伊学生来到这举行期中考，有特别的意义。该撒利亚的腓立比伫历史上是迦南宗教敬拜巴力的中心。另外，大希律伫这有起一座敬拜罗马皇帝的神庙。伫过去2年来，耶稣甲伊的学生伫巴勒斯坦，就是加利利、撒玛利亚、犹太，伫遐走透透，
引起真侪人的注意，也造成相当的轰动，连带也有袂少的议论甲反对。所以耶稣带着伊12学生离开犹太人的境界，来到该撒利亚的腓立比，伫遐问因讲：人讲人子是甚物人？还是讲人说人子是谁？换一句话来讲，人安怎样咧看我？因是毋是知影我是甚物人？或者我所代表的是甚物？咱大先需要厘清，就是耶稣伫这个所在，毋是亲像今仔日的政客甲伊的顾问咧讨论民意、政治环境的方向，通来调整这个竞选的策略甲口号。耶稣的问题有更较深的意义。人讲人子是甚物人？然后学生就伫遐回答。有人讲是加水的约翰，有人讲是以利亚，有人讲是亚利米，或者是先知中的一位。这学生咧回答耶稣的问题，因嘛想着讲爱选遐正面的来回答。其实伫迄个时阵，对耶稣有真侪议论，负面的因无讲。遐负面的，你若读圣经，我相信你真识。有个人讲耶稣是骗子，有个人讲耶稣是酒鬼，这学生无讲。不过要紧的，耶稣嘛知影到底伫这个规个社会对伊的评语。不过耶稣对遐个伊无感觉是重点。耶稣要知的是恁，大先当然是学生，过来当然是咱在座的每一位。恁知影我是甚物人无？恁安怎样咧看我？这个学生中间的代表西门彼得，伊立刻回答耶稣讲：你是基督，是永活上帝的囝。对别人安怎讲做参考，总是更较要紧的是恁讲耶稣是治罪。这毋是古早对学生的质问，对咱每一位也是一个真严肃的问题。到底你知影耶稣是甚物人？我相信耶稣今仔日也真意爱你回答你所认捌的耶稣。毕竟咱伫教会出入遐尼久，咱大先来看耶稣听完彼得的回答了后，耶稣接续的回应。耶稣讲：西门巴约纳，你有福气啊！因为迄具肉体的无只是你，就是我伫天里的爸只是你。我阁甲你讲，你就是彼得，伫这个石盘顶。我要起造我的教会，阴府的关爱也袂赢伊。16章的17节、18节。咱今仔日的题目，你是石头，是对耶稣所讲的话中间出来。检查有人会问牧师讲，石头对倒位来？圣经有提到盘石盘，总是石头伫什么所在？其实彼得这个名原本的意思就是石头。彼得毋是伊的原名，彼得原本的名叫什么？伊的原名是西门。所以咱有伫16章17节看见讲，耶稣讲西门巴约纳。彼得是耶稣予伊的名，是讲耶稣予伊的外号。根据约翰第1章42节，西门是由伊的兄弟安德烈介绍予耶稣。耶稣看到伊的时，就对伊讲：
你就是约翰的囝西门，你要称作基法。这个后壁有注明，基法翻译就是彼得。这个彼得是对发音来翻译希腊语的 Petros， 这个基法是阿兰语。这个无论希腊语或者是阿兰语，意思拢是石头。然后伫耶稣继续的讲话中间，耶稣有讲到石盘，但是你注意看，耶稣是讲伫这个石盘，这个希腊文是 Petra， 会当翻做石盘，总是嘛会当翻做一粒的石头。所以耶稣要伫什么所在起教会？咱一般过去了解是讲石盘是咧指彼得，总是彼得将来毋捌肯定确认这个讲法。所以耶稣有可能毋是干那讲即块石盘，搁较有可能是咧讲这个石头，一粒的石头。咱伫这所在，大声注意，就是耶稣互西门一个新的名，叫伊彼得，也是讲叫伊石头。这是耶稣互伊的一个新的名，也是讲是外号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当你听见有人讲你是石头的时，你会接受吗？你会有什么款的感觉？当你想到石头的时，你想到什么？咱中间在少年朋友，伊可能想到这个 rock and roll 摇滚乐，迄中间有一个 rock。然后拄订婚的小姐，伊真可能会想到迄个手指头顶面迄粒旋石。你知影旋石嘛是石头中间的一种。所以美国有俗语讲，这个旋石是查某囡仔上好的朋友，狗是查甫人上介好的朋友。当你知影什么人是真正聪明，你是石头。这个伫美国的 South Dakota， 我毋知影咱中间有人捌去美国旅行。旅行团大概带恁到这个 South Dakota， 伫这个 South Dakota 上界引起人注意的就是规个山头有4个美国总统的像，头一个是这个 George Washington 华盛顿，第二个是这个 Thomas Jefferson 这个杰弗森，第三个是这个 Theodore Roosevelt 罗斯福，第四个是 Abraham Lincoln 林肯总统。最近有人建议讲，应该还阁将 Trump， 这个 Donald Trump 放伫伊顶面。这个雕刻的艺术家，伊是这个 Gutenberg。有人问伊讲，你是安怎样完成这个伟大的艺术工程？伊的回答真国别。伊讲，遐个人物已经伫遐4000万年，我所做只不过是将这个40万吨的这个花岗石，甲伊炸掉，甲伊带出来。这个古人 Bogram 的回答虽然国别，总是反映耶稣来到这世间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。伊知影每一个人生命上好的可能性，伊也用非常大的疼心甲耐心。用鼓励甲自我牺牲，将每一个人生命中上介好的带出来。这就是咱伫今日这段圣经所看到。彼得伊的原名是西门，伊原本伫加利利伫遐讨海掠鱼，伊的个性亲像石头，所以耶稣叫伊石头。都亲像咱所知影的。这个
石头其实有正面的意义，也有负面的意义。正面的意义是坚固、结实、高贵，无容易动摇，会当成做真好的基础，也是瓦靠顶顶。负面的意义有固执、定空空，无容易改变，甚至有时阵容易成做踢界、绊脚石。伫福音书内面，咱确实有看到彼得真亲像石头，伊的个性常常显示出固执、定空空、骄傲、自高，这些特质拢亲像石头。伫跟缀耶稣3年久的中间，咱看见伊有时阵甚至成做踢界、绊骹石。拄仔咱所读这段圣经了后，就是第16章的最后一段。耶稣甚至真直接指出，讲彼得，你是踢界，你是绊骹石。毋但安尼，耶稣佫讲你是撒旦。伫马太福音16章13节到20节的记载，耶稣无否认彼得讲你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囝。总是耶稣真清楚，彼得也是当时的学生，对基督也是上帝的囝，是带着个人的想法。好似就基督上帝的囝，这答案正确。总是每一个人其实有无相像的定义，有真侪人拢带着家己的想法，也甚至常常是带着世界的观念、世界的价值观。就是今仔日真侪基督徒也是安尼，所以耶稣感觉需要甲因讲清楚，甲因说明，什么是真正的基督上帝的囝，伊的使命。所以伫肯定彼得讲基督是上帝的囝了后，耶稣真坦白对学生讲到，伊需要上耶路撒冷，受长老、祭司头、经学师的苦楚，而且被杀、被杀，第3日过活。换一句话讲，耶稣爱因清楚，因袂当照当时世界的观念来定义伊。听到耶稣讲到受难，彼得无法度相信，也无法度接受上帝的囝会被杀害。所以，伊立刻扭掉耶稣，责备伊。你若注意看，原文讲彼得责备耶稣，伊讲主啊，千万毋通，这个决断无要到伫你。迄时阵，耶稣的回应真无客气，伊对彼得讲：撒旦，退我后面去！你是我的踢界，因为你所想的，毋是上帝的事。是人的事。相信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囝，为什么还要阁相信耶稣是受苦钉十字架的主？最大的差异在于相信耶稣是牺牲受苦救主的人，会切心认捌耶稣的受苦是为着你甲我，甲咱每一个人拢有关联。咱的得救甲性命是主耶稣付出极大的代价，所以伫得救了后，当你知影耶稣为着你付出性命、受苦的代价了后，你真自然会产生满满的感谢，你的生活见证也会带着谦卑、勇气甲快乐。彼得甲当时这学生因拒绝上帝的囝，必须牺牲受苦，反映出来其实是大部分世界的人的现象，当然包含大部分的基督徒甲所有宗教的信徒。绝大多数的人咧追求信仰，是出于自私、自我利益、家己的成功。
根据新约福音书的记载，彼得甲其他遮学生伫耶稣受难过活进前，互相中间常常发生的代志是甚物？就是伫遐烧钱做大。耶稣要做王，耶稣做王了后，什么人会当坐伫耶稣的正边？什么人会当坐伫耶稣的倒边？因肯定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囝，总是因期待的是，因会当伫耶稣做王了后，拿到权势。希特勒，德国的纳粹希特勒，伊有相信上帝吗？伊其实嘛有相信上帝。蒋介石、蒋经国、Donald Trump， 因拢讲因是基督徒。其实，毋但遮执政者、侪政客、企业家、宗教领袖、长老、平信徒，拢相信上帝，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囝。真遗憾的是，大多数的人拢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囝，总是忽略耶稣是为着你甲我，捌经过苦难、死荫的山谷。美国有一位真杰出的基督徒的女性作家 Marilyn L'Engle， 伊有写一本册《Walking on Water》，行伫水面。中间有一篇故事，提起一位互人尊敬的列比。有一日，伊的学生进前来，对伊讲：“列比，我听你，拉比，我爱你。”这位列比当时咧看册，就对伊的册堆的中间抬头起来，看到伊的学生，问伊讲：“我的囝，你敢知影什么互我痛疼？”我的孩子啊，你知道什么使我疼痛吗？这个学生认为老师无了解伊的用意，所以就搁一遍对老师讲：“列比，我是要互你知，我是偌尼疼你，但是你却用问题来互我困扰。”迄时阵，列比对伊讲：“我的问题毋是要困扰你，你若毋知影什么互我痛疼，你要安怎样讲？你真正疼我？你若不知道什么使我疼痛，你如何能够真正爱我？”亲爱的朋友，今仔日你会当体会耶稣的心情甲感受吗？你知影什么互伊的心痛疼吗？你知影耶稣为着你甲我捌经过苦难、死荫的山谷吗？彼得是石头，大多数的人也是石头，头壳顶空空。亲像石头的人，常常被捆绑伫迄种固执、骄傲、自高、迄种无情的中间，无法度认捌，也无法度经历上帝慈爱的心，也无法度体会你身边的人的需要，甲因的艰苦。这是为什么教会呼吁大家伫这大灾期、这个 Lent， 是到受难节中间，爱放下你平常时的无用、奢侈、宴乐，伫安静的中间灵修甲默想耶稣的受难甲钉死十字架。耶稣的疼超出咱的想象，只有你对心底体会耶稣疼你的痛疼，伊的受难甲十字架，你将亲像这个石头定空空的性命，才会通得到改变。你也才会当活出上帝心中对你的期待。当你知影耶稣心内痛疼的时，你的性命会得到改变。这粒定空空的石头，有可能会变做发出光辉灿烂的泉石。
咱搁倒转来讲，这个彼得的改变。虽然彼得常常犯错，有石头负面的特质，甚至诚做踢界、绊骹脚。耶稣受掠的时，伊有3遍无认主，总是耶稣无放弃伊，毋但原谅伊，搁一遍鼓励伊，互伊机会。最后，确实耶稣为着彼得死伫十字架顶。总是伫这个进前，耶稣对彼得讲：伫路加22章31节，西门，西门啊，你看撒旦捌爱得着你，爱半恁亲像半枝。若是我有替你祈祷，互你的信无失落，你归正了后，就坚固你的兄弟。耶稣的话反映伊认捌彼得的软正甲缺点，总是也真清楚知影肯定甲欣赏这石头的优点。有一位教育家 René Bolters 伫伊的册《这个教育甲启示》的中间，伊有讲到耶稣对彼得甲证人的原则，会当用3个 A 做代表。这毋是迄个 American Automobile Association 迄个 Triple A。伫这个瑞恩这个 Walter 的这个教育家，伊所讲的这个3个 A， 就是注意 （attention）、肯定 （affirmation）、欣赏 （appreciation）。耶稣注意到彼得这个石头的个性，石头确实有固执、定空空、无情这负面的性质，总是耶稣会晓肯定 （affirmation） 甲欣赏 （appreciation）。肯定甲欣赏石头有坚固、忠实、高贵这个优质。所以耶稣带予彼得甲咱众人上界宝贵的福音，是伊愿意用无限的疼、耐心、鼓励，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，来帮助咱脱离迄个捆绑咱的石头，互咱会通将上帝赐予咱上界好的可能性来挖出来，也是发挥出来。德国的天主教神学家 Andrew Groom， 伊有一本册，台湾有翻译伊足侪册，其中的一本，伊这个册名就是“领导是唤醒生命，领导就是唤醒生命”。在这本册中间，伊指出，领导是一种灵性的任务，杰出的领导人会当唤醒别人内在丰富的生命。领导是一种灵性的任务。杰出的领导人就是能唤醒别人内在丰富的生命。耶稣承担苦难被钉十字架，伊用疼叫醒彼得，透放伊脱离迄个监禁伊负面的这个石头。彼得后来确确实实得的改变。伫彼得前书第2章第40到第50节。咱看见彼得咧讲到起造教会，伊真谦卑，伊完全无讲到家己是迄个起造教会的基础。伊伫这个彼得前书第2章第4节伫遐指出，只有耶稣是真正的石盘。然后伫第5节，伊讲到来到主耶稣面前的众人，拢是起造教会不可欠这瓦石，活生生的石头。咱每一位拢是迄个起造教会活生生的小石头。彼得是安尼讲，恁就群伊也亲像瓦石，起造心灵的厝，做成的祭司班来献心灵的祭，对耶稣基督为互上帝欢喜接纳的。
不过，要真做互主使用去做教会的这石头瓦石，咱的性命需要被改变。请注意，彼得伫咧讲到去做教会瓦石进程的劝勉，就是彼得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2节，伊安尼讲。所以，恁着除去拢总的恶毒，以及拢总的诡计、甲假好、甲怨妒、甲拢总诽谤的话，就着亲像拄啊生的婴仔，心无心灵顺的呢，互恁对长大得着救。彼得伫这个所在的劝勉有3个重点：第一，咱拢需要内心的大摒扫，咱需要除去恶毒、诡诈、假好、怨妒，才会邪念。第二，咱伫讲话需要清洁，无伤害人，无讲诽谤的话。第三，爱谦卑领受上帝的话的样式，亲像迄个婴仔咧欣赏迄个纯净的呢一样。这固执定空空的石头，当然无可能成做奇迹，会成做塌界，会互人绊倒。总是耶稣用疼甲牺牲帮助彼得，即个固执定空空的石头改变。伊也期待咱改变，互咱无搁继续伫迄种固执定空空的迄种的情形。咱的想法、成见、态度，拢需要被改变，需要放弃自私、自高、骄傲。亲爱的朋友，耶稣毋是干那对2000年前的彼得讲到你是石头。耶稣也看咱每一个人，对咱讲：你是石头。总是信仰要帮助你找到真我，你来到主的面前，知影耶稣为着你死伫十字架顶。迄个时阵，你才有可能认捌真正的你，清楚上帝对你的计划甲目的。这完全是圣神的工作。伫圣神的帮助下面，咱会当看见咱内心的情形，以及伫圣神的帮助下面，咱会当赶出遐负面的这个石头的性质。咱也才有可能会当将恩赐甲才华做上介好的发挥。美国有一位基督徒的作家叫做 Max Lucado， 伊有一本册叫做《Just Like Jesus》，活亲像耶稣。伫这本册中伊指出，上帝确实按你的本相疼你，总是伊并无愿意你继续行伫迄种旧的我的生活方式。伊爱你活亲像耶稣。上帝确实按你的本相爱你，但他并不愿意你继续过老样子的生活，他要你活像耶稣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请举起你的头，看你的四周围，你有看到石头无？你看到的石头是啥物？迄种定空空、固执的石头，或者是会发出光辉灿烂的旋石。我望咱今仔日会当清楚听见圣神对你讲：你是石头，你甲四周围这种石头，是我用宝血赎回的。我组织恁伫这个所在，是要起造一间会通成做福音甲真理见证的教会，会通荣耀上帝的名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听我的上帝，感谢你通过主耶稣，伊的疼，伊的受苦，伊的牺牲，讨放阮离开石头负面的性质，互阮会当
发挥你所赏赐阮的恩赐甲才华，互阮会通伫阮的家庭、伫阮的厝边、伫阮的社会做光做盐，发挥亲像泉州的光辉。感谢你，也感谢你的圣神激励阮。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